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係牧民堂嘅吳啟輝牧師。今晚預苦期嘅靈修晚課咧，係分享嘅經文咧，係馬可福音7章1至13節，題目係全心獻上。經文開始話咧，有法利賽人和幾個文士咧，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那裏聚集，他們咧曾看見他的門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吃飯。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嘅遺傳，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吃飯。從市上來，若不洗肉也不吃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歷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銅器等物。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嘅遺傳，用俗手吃飯呢？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咧去到曠野嘅時候咧，開始建會幕。咁會幕咧有聖所同埋至聖所啊。按律法嘅規矩咧，就祭司咧進聖所之前咧，就必須要洗手洗腳，有潔淨嘅意思啊，先可以進入至聖所裏邊。其實咧，依家我哋嘅崇拜程序咧都有類似嘅環節嘅啊，就係咧我哋有認罪悔改嘅環節啊，我哋都係靠基督潔淨我哋嘅生命。而後嚟咧，將呢啲對祭司嘅吩咐咧，就擴大到去咧一般嘅百姓嘅細節嘅裏邊啦。咁驚佢哋咧就摸到不潔嘅東西啦，所以咧就規定佢哋食飯前咧都必須要洗手。所以咧，俗手咧係指咧未遵照宗教禮儀洗過嘅手。佢哋嘅要求咧唔係為咗清潔衞生，而係為咗宗教禮儀。所以咧，猶太人咧係拘守呢啲潔淨嘅禮儀。呢段嘅經文咧係解釋猶太人嘅文化。可以知道咧，馬可福音嘅受書人咧就並唔係猶太人喎。因為如果係受書人係猶太人嘅話，就唔使解釋猶太人嘅文化啦嚇。所以咧，根據聖經嘅研究咧，馬可福音嘅受書人咧其實係羅馬人。主耶穌點樣去回應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咧？主耶穌講咧，以賽亞指着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嘅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嘅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主耶穌指責佢哋假冒為善啊！意思咧就係指佢哋咧言行咧不一致，佢哋只係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即係咧，佢哋有敬拜神嘅外表，但係咧就冇敬拜神嘅心。所以咧，主耶穌嘅教導咧係咧，信仰嘅心咧係比外表嘅尊敬重要得多嚇，比嗰啲宗教嘅禮儀好似洗手嗰啲嘅禮儀咧更加重要。但係咧，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咧就缺乏咗對神嘅心啊，佢哋咧廢棄咗神嘅誡命啊。佢哋咧將人嘅遺傳放喺神嘅誡命之上，佢哋咧以為咧係遵守緊律法，但係其實咧係違背緊律法。主耶穌咧就用咗一個實際嘅例子指出佢哋嘅問題。主耶穌咧用咗十誡裏邊咧，當孝敬父母作為例子。喺猶太人嘅家庭裏邊咧，即係父母係一家之主啊。喺佢哋嘅家庭嘅裏邊咧，父母咧係神嘅代表嚟嘅。所以咧，父母咧係有責任去管教兒女啊，亦都讓佢哋咧能夠認識神、順服神。所以咧，神嘅本意咧係要猶太人咧藉孝敬父母嘅誡命咧，學習點樣順服神同埋敬畏上帝嚇。但係咧，佢哋就將當孝敬父母嘅誡命咧，就搬咗龍門嚇。佢哋將神嘅誡命咧改咗規矩啊，用人嘅教導代替咗。所以主耶穌指責佢哋咧，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啊，以後咧你們就不容他再
奉養父母嗱，這就是你們呢承接遺傳廢了上帝的道啊，你們還做許多這樣的事。國語版咧係希伯來文嘅譯音，係指咧人向神起誓奉獻嘅財物。起誓之後咧，財物咧就唔可以再用作其他用途啦。但係呢筆財物咧，就唔係用喺聖殿嘅用途上邊喎，而係咧可以咧留翻喺將來自己用㗎喎。本來咧就冇乜問題嘅，但係咧國語版個起誓咧，變成咗咧一個咧逃避律法嘅手段啦，即係俾嗰啲不孝子逃避即係孝敬父母嘅責任，佢哋咧將供養父母嘅錢咧就用國語版嘅名義咧就奉獻咗俾上帝啊，即係咧即係年老嘅父母咧即係就冇得用啦。咁佢哋咧留俾自己將來用，而且咧就算咧子女咧將來後輩想收翻呢個誓詞咧都唔得嘅咁法利賽人同文士咧都唔俾佢哋咁樣做嘅，而係死守呢個傳統嘅規矩。咁所以咧佢哋用國語版作為藉口咧就廢掉咗神嘅誡命所以主耶穌就指責佢哋話佢哋咧只係用嘴唇尊敬我心咧卻遠離我。今日國語版嘅問題咧即係其實咧都喺我哋嘅信仰裏邊咧有出現好多時候咧我哋都只係用嘴唇敬拜上帝，只係咧表面敬拜神，但係咧心咧就冇敬拜到上帝。好似咧我哋即係覺得點樣我哋係一個好信徒咧就係咧我哋每個星期我哋都用2個鐘頭返教會崇拜，返教會穩定有聚會每個星期我有2個幾鐘頭俾咗神啦呢個咧就係尊敬上帝啦，就係一個好信徒。但係我哋要問咧，一個星期咧究竟有幾多個小時咧？有168個小時我哋只係用咗2個小時俾上帝，即係咧84%喎我哋咧就覺得自己係一個好信徒啦就滿足咗上帝嘅要求咁樣好似但係咧你覺得神看重嗰2個幾小時嘅崇拜定係我哋咧其餘嗰166個小時咧？崇拜嘅2個幾小時我哋好投入喺崇拜裏邊好投入讚美敬拜哈利路亞唱詩聽道等等。但係咧就只有呢2個小時嘅心其餘嗰166小時我哋喺平日嘅生活裏邊咧，可能仍然成日講是非驕傲自大自私自利即係死不悔改所以今日我哋嘅信仰生命問題咧，就係我哋將生活嘅時間分開咗將俾神嘅時間咧同自己嘅時間係分開咗我哋星期日返教會有服侍平日又有開小組已經俾咗上帝好多時間啦嗰啲係信徒嘅時間，其餘嘅時間咧就係我自己嘅時間，係我私人嘅時間我要娛樂上網睇電視煲劇要同咧朋友咧吃喝玩樂甚至咧放縱自己做一啲咧神唔喜悅嘅事我哋就係咁樣分割咗我哋表面上係尊敬上帝，但係個心卻係遠離上帝。好似主耶穌喺登山寶訓上邊講：你嘅財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哪裏。今日咧，心呢個字咧，再一次提醒我哋，我哋嘅生命嘅焦點喺邊度咧？我哋嘅價值觀喺邊一度咧？如果我哋生命嘅焦點係喺其他嘅地方嘅話咧，我哋就會覺得我哋嗰2-3個小時嘅崇拜已經足夠咗俾上帝，其餘嘅時間係我自己。如果我哋價值觀係喺其他嘅地方嘅話，
我哋咧就會覺得我哋俾神嘅時間就已經足夠。咁樣嘅話咧，我哋嘅信仰，我哋嘅屬靈生命就只會停留喺用嘴唇尊敬嘅階段。所以咧，今日嘅經文咧，主耶穌再一次嘅去挑戰我哋，挑戰我哋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啊，願意我哋咧都能夠咧可以全心嘅獻上俾上帝，唔係少少嘅獻上，唔係部分嘅獻上，而係全人嘅獻上。咁樣咧，我哋先能夠真正嘅去尊崇我哋嘅上帝，讓我哋同心嘅去禱告。主，我哋再一次嘅去多謝你，多謝你為我哋犧牲，為我哋死，你為我哋獻上你自己，亦都感謝你俾我哋能夠認識你，因為我哋知道今天我哋生命嘅意義，知道我哋咧今天生命嘅方向，所以願意今天我哋知道咧，我哋要將我哋全人嘅去獻俾你。將我哋全部嘅生命，將我哋嘅時間，將我哋嘅生活都能夠去獻呈俾你，以至今天我哋能夠為你作美好嘅見證。所以願意今天你俾我哋有力量，俾我哋有智慧去曉得你先係我哋生命嘅焦點，以至今天咧我哋能夠繼續為你打美好嘅仗。多謝你咁樣去聽我哋嘅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今晚嘅預苦期嘅晚課到此為止，各位弟兄姊妹再見。